我而家喺豐澤度見到一部 LG 嘅電視機，佢原價係5000蚊，而家打緊85折，同埋我用信用卡俾錢，仲可以再減多2嚿水。我喺百老匯度見到同一款嘅 LG 電視機啦，佢嘅價錢係4700蚊，然後我用信用卡俾錢可以再減多150蚊。